刚才的坚果都收潮了。切！根本没人想吃你们嘴里的坚果，也没人想吃你们的毒蘑菇。什么毒蘑菇？我们采的可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有机食品。哇，好巧啊！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今天不是要去四老板那里聚餐吗？我们上山来采个东西。我也带了些宝珠给皮皮哥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这儿过，留下井和菜。哼，还不快快交出！跑哪儿去了？快跑啊！哥，又是毒蘑菇了吗？哥！怎么办？不到啊！哥哥，住嘴！皮皮哥，好亮啊！没事吧，皮皮哥？我没事，先赶紧回去。皮皮哥，你怎么也在山里啊？四不像病了，我来东山给他采仙草治病。东山，你确定？这里是西山哦，皮皮哥。西山，哎，可是我采到仙草了呀。那就好。不过你这路离得够远的。我感觉好点了，能不能辛苦兔爷给大家备饭？得嘞，你好好休息吧，交给我。别吃我，也别吃楼上的四不像。谁要吃你这老兔肉？皮皮，兔爷，我把仙草采回来了，快给四不像煎药吧。这个不是仙草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传说中吸收天地钟灵之气，以香气富于醇厚闻名，被称为天上真味仙，地上香极颠的仙孜然。那能干什么？嘿，将其撒在烤肉上，超凡的味道与体验，简直是烤肉的绝佳伴侣啊！好棒啊！四不像。好暖。多菜呢，辛苦兔爷啦！嗨，甭客气。嘿，你来凑什么热闹啊？我吃两口怎么了？不行，要等四不像好了一起吃。上古瑞兽怎么会生病呢？下凡久了，神力削弱了吧？哦，开饭开饭，现在他们俩下来了。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哪种调料更适合烧烤呢？
水泥、煤灰、孜然。答案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。回答正确。这么明显的答案，居然还用排除法吗？孜然，孜然又名安息茴香，原产自中亚，通过丝绸之路最先传入我国新疆地区，因其具有去腥解腻的作用，常被用来作为调料。除此之外，孜然还有很多药用价值，在古书《唐本草普济方》中均有记载。哎呀，真是流传千年的好植物啊！